大家好啊！嚟緊貝爾遊世界系列將會有2大行程，誠邀你參加今年中秋嘅長江探索號相約三峽慶中秋，同埋2026年2月嘅銀海女神號威尼斯嘉年華之旅。行程將會乘坐長江探索號喺三峽舉行1年2晚嘅賞月專場晚會同埋追月專場活動，當中包括楚文化舞蹈表演、現場樂隊等等，令你嘅中秋更加難忘。最正嘅咧就可以親身體驗全球最大嘅三峽大壩升船機，從河面慢慢升起，四周美景盡收眼底，真係好震撼嘅。專賞假期仲專屬訂製咗3個三峽岸上遊覽行程，可以因應你嘅喜好去參加。銀海郵輪為我哋嘅星級貴賓準備咗貴賓通道，可以享受優先預訂特權，獨享艙房首選。行程仲可以一齊喺浪漫嘅2月穿梭於聖馬可廣場，親歷百年念好節嘅魔幻時刻，參加金鋪面具房，甚至係貴族宮廷入邊化身中世紀名流，成為派對嘅焦點。期待同各位繼續探索世界，創造更多難忘嘅經歷，繼續感動每個瞬間。